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俊。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外交部长林佳龙正式进立委林昌佐要奉派去做驻芬兰代表，不过知影这个林昌佐有闪做兵的嫌疑，佫无外交背景。好人到中地之间的铁路发生土石流，目前土石拢已经清除，不过因为高压电条还未修复，电车未当行，干来当靠柴油车接送。今仔日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今年头一届由官方来主办活动，除了放送白色恐怖相关的影片，嘛有侪家属来默哀追思受难者。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进前有风声咧讲，前立委林昌佐被奉派去做驻芬兰的代表，引发争议。即马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证实这个消息，也因为最近有这艺人闪做兵的风波，知影嘛咧这个林昌佐嘛有走闪做兵的嫌疑，而且林昌佐佫无外交背景，恐惊是会去引起外交基层人员的不满。外交人事新报局近日传出，政务党籍立委林昌佐会出任驻芬兰代表，引起讨论。外交部长林佳龙19接受访问，证实这件代志。有关林长佐的人事案在办理中，要由总统府来公告。林佳龙肯定林昌佐在人权外交的国际交流经验，强调总统赖清德重视价值外交。林昌佐除了熟悉国情，对台湾甲北欧地区甚至世界上推动综合外交会有真好的表现。不过在野之期，林昌佐无做兵有闪兵嫌疑，佫无外交背景，即马空降，恐惊会打击外交基层士气。林昌佐本身的兵役闪避的问题，包含他没有任何外交的长才。兵役的问题，他本人应该会做回答。如果我们以美国啦哈，或者是说民主国家来讲哈，大使啊哈，其他尤其是基于外交哈，那由国会议员去担任啊，是非常多。不要用传统的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看待，往往像过去的萧美琴、谢长廷都达到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期待林长佐到芬兰去，也达到很好的成效。透过音乐、透过文化来进行台湾的一个外交工作。林佳龙也进一步表示，边界问题应该由当事人回答。实际打电话给林昌佐，并无得到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针对基层影响，林佳龙表示，综合外交都是爱有多元人才，那是职业外交官，也个包括经贸文化各方面，也设有比例限制。连年来由总统特定的大使还是代表有名额限制，都是咧保障职业外交官的生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台湾最后一个核电机组停止运转，即马正式乘做废核家园。民团就强调，应该搁发展再生能源。不过，包括核能学会在内，真侪团体拢表示讲，核电无碳排放的问题，真侪工业大国嘛拢重新咧启用核电。因若台电是讲，这是国家的政策，因若支持来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绿能接棒，2030刻不容缓。大声发口号，强调台湾关核电机组了后，进入废核家园。核能规定了后，应该由绿电来接手。提倡再生能源发展的团体邀请发展太阳光电、风力等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再生能源唔那是替代方案，佫是未来的能源主力，希望政策应更加支持。当有人问非核会不会缺电，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信的回答，再生能源准备好了。我们不只是替代方案。更是主流的路径，我们也是值得信赖的能源选择。不过，包含核能学会等的团体也同时举行记者会，强调台湾长期用核废无解作为反核政策的依据。不过，根据国际经验，高解核废问题并是无解，也强调核电未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空污，感谢大国隆重启核电，因为应该延续现有的核电机组。其实政府那时候。在2018年的以核两率公投过的时候，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不做。当初如果做了，包括你核2可以延役，甚至于你核1已经除役的基础，你可以甚至于去修改法令让它重启。对两派团体意见，台电强调，发展再生能源是国家政策，会一直支持再生能源的发展。再生能源的发展本来就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嘛，因为到2050年你要净零的话，
那再生能源当时的占比是60%到70%啊，整个政策在推再生能源，它就逐年有一定的比率往上嘛。大家都很关心核三厂演绎的问题哎。台电加油！电电强调，虽然立法院已经参照通过核管法的修正案，直接到期的核电机组应申请重启，不过相关做法和配套拢还未完备，加上社会上对核电使用意见不同，一切拢会过沟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山区昨下晡上大雨，造成土石流淹过铁基路，河人到中地之间双向拢未通。经过透明抢修，目前这土石是拢已经清除，不过因为高压电条还未修复，电车无法度行，敢若会当靠柴油车来接送。这是代替477处 EMU3000新竹江河，昨下晡4点10分左右，调伫北回线会德磅坑甲清水磅坑之间的情形。车顶因为无电，规个暗暝暝，也无冷气，乘客大概是拢真惊吓。我们遇到暴雨，整个铁路的电缆断裂，我们被卡在隧道里面，整台车完全没有电力。所有的人困在这里，没水、没电、没空气。现场部分的高压电力条因为水泵线受损断，电车无法度行，代替改派柴油车接旅客登去花莲，而且派人透明修理。不过电力还是未恢复，旅客目前敢会当伫和平站搬柴油车。现在已经不能供电了，所以让柴油车接驳。那会不会对你们时间上更长？会啊，会长一点啊，可是至少会到达目的地啊。代替表示，经过透明修理，东向小清水溪桥去互土石引起的铁基路已经清理好势，不过高压电条要需要时间来修复。所以我们预计晚上8点以后，我们再用客运接驳的方式来把路线腾空出来，让我们的电力人员可以进去架设我们的电车线因为477车厝新竹江河调伫现场，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花莲县长徐正伟认为，代替应该负这个责任，尤其台北到花莲车票钱起这么多，应该重视相关安全的措施。赶快对于铁路双轨电气化，还有我们整个铁路高架、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代替强调讲，目前敢会当以柴联车来接新城甲和平之间的旅客，因为电线看好了后，还阁要试运转，按算上紧20赛起，才有可能会恢复正常通车。公司新闻花莲报道。中国商务部昨下对外公告，今仔日开始要对来自欧盟、美国、日本甲台湾的自驾船来扣反倾销税。受到影响的台湾保利甲台塑公司是爱扣3.8%，也有4%的税，其他厂商是扣32.6%。咱的经济部、国际部意思是表示讲，鼓励这业者去提起诉讼，嘛继续来协助石化业者拓展市场。中国商务部去年5月19公告表示，伫4月2日收到中国业者正式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中国商务部昨下对外公告，将基本裁定认定来自美国、欧盟甲台湾参日本进口的巨甲醛存在倾销19会扣反倾销税。调查之后就没有成立，但是对厂商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厂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品质取胜，尽量变为用低价来竞争的一个策略。巨甲醛是热塑性的工程塑料，主要用途会当部分代替铜、锌等金属材料，直接用也是经过改成了后，用伫汽车配件、电子电器等领域。根据了解，中国要扣巨甲醛反倾销税，美国厂商74.9%，欧盟厂商34.5%，日本厂商24.5%至34.5%，台湾印塑厂商、台湾玻璃公司是3.8%，台塑公司4%，其他厂商32.6%。为出口到中国金额来看，去年金额是8600万美金，占巨甲醛产品出口的全球比重71.1%。不过今年1到4月的金额已经比起去年同期下降25.5%，大约是2013万美金，出口占比减少到61.7%。经济部表示，鼓励台湾业者积极应诉，也补助业者聘请律师。如果中国在这类的产品它有这样的设限的话，有反倾销税，那或许我们的厂商
也可以思考把这些产品出口到其他的地方，去分散它的风险。因为台湾整体息率比美国后面日本低，专家评估受影响有限。经济部表示，会依照业者需求，采取以业界面模式，协助业者争取海外商机，分散市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今仔日去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演说，除了有公开真侪项新的产品，受到各界关注的，就是这回答的台湾总部到底要设伫倒位。黄仁勋今仔是正式来宣布会伫咧树林北投。另外，黄仁勋也强调，回答今仔已经唔是单纯的科技公司，是已经正做 AI 基础架构公司。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穿伊招牌的袖仔，伫配角的声音当中上台。5月19早起，黄仁勋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展开专题演讲。2025电脑的展览嘛正式起稿。This is not a video. This is computer graphics. It's generated by GeForce. This is a brand new GeForce 5060 RTX 5060, and this is from ASUS. My good friend Johnny is in the front row. And we took this incredible GPU and we shrunk it in here. 演讲当中放出回答上新产品模拟的画面。黄仁勋强调讲，接下来 AI 会普及伫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接下会甲顶下游的供應鏈來合作，伫量子運算的領域會有更加濟可能性。Working with us on the full stack, Fujitsu and Cisco are working on the systems, and so now we have the ability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AI on 5G or AI on 6G, along with AI on computing. We're doing that with quantum computing. 現場5000人是坐甲滿，包括鴻海董事長劉揚偉、廣達創辦人林碧麗、華碩董事長施宗棟，還有台北市長蔣萬安嘛，攏有去到現場。黃仁勳嘛，甲有合作的百外間廠商甲學校等等的名單，顯示伫伊演講的背景。将来我们要迎接的呢，就是 AI 无所不在，而且应用端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人类进入人工智慧的时代，台湾的 AI 产业、自动性产业只会越来越重要。全球 AI 的风潮长时行。这届电脑的展览，官方嘛伫同一天举办全球记者会，是请25个国家1400个厂商来参加，持续关注这个产业的革新甲未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前副总统陈建仁去参加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陈建仁伫咧会场，佮甲美国国务卿 Rubio 等等真侪国家政要来互动。陈建仁嘛将咱总统赖清德的祝贺卡片送互教宗，邀请教宗来访问台湾，互咱超过80档的邦谊会当做加签。新任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了后，总统特使前副总统陈建仁接到教宗接见，送3小礼物，包含总统赖清德和教宗的亲签贺函，甲教宗伫秘鲁做总主教时阵的相关纪念相片，也有台湾邮局发行的教堂纪念邮册，佮邀请教宗来台湾访问。他在秘鲁当总主教的时候，接受了台湾捐赠的2000套的有关于插管的防护用具。那我把照片给他看的时候，他说 "Yeah, I was there"， 所以他马上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印象很深刻。他也觉得台湾能够帮助。陈建仁参加新任教宗就职典礼，受教廷热情欢迎。伊伫超过150个代表团的盛会，甲后面这位会主席冯德莱安等各国政要做会，而且伫典礼进行间活动。陈建仁甲德国总理梅尔兹、日本特使前首相麻生太郎等35位各国政要活动，场面外交成绩真好。教廷直播会面，佮看到陈建仁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挨沙子。我也跟美国的这个 Rubio 有见面Rubio 一看到说，哎呀，好高兴看到台湾来了那他也希望我们跟美国有更多的互动。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日本欧盟德国，或者是美国这些好朋友都跟台湾相当的友好。就职弥撒开始进行，教宗良14世坐白色专车向伫圣保多禄广场的信徒会手致意。清晨4、5点，许多信徒已在场外排队，见证着历史时刻。
现场戒备严密，军警与特勤小组全天巡逻，并部署狙击手与反恐小组，确保各国元首以及代表安全。现场有讲有75万人管理条线来看教宗的风采。美国来尤其提美国国旗见证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宗。We're very, very excited. He's the first American Pope. Yes, we're very proud of that. Mi piace come personalità e spero che comunque possa continuare il percorso che Papa Francesco ha aperto. 用14世称作全球14席天主教徒新领袖，教廷阁是咱伫个欧洲唯一邦交国。台湾83年邦谊也希望延续推进，建立台湾关系走向新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开放苦毒教师这个案件是引起社会关注，网络有13万的民众是支持虐待囡仔致死的人，相当的爱判到死刑。法务部原底是讲无要参考这个意见，不过即马部长郑明谦这态度受落软，讲会来建议敢要修法，互囡仔搁较周至的保护。另外，今仔日嘛针对着民众质疑罢免人数有漏涉各自的代志，伫咧立法院进行报告。全台罢免案自该人数陆续上架，不过民众反映收到宣传人数简讯，质疑各自遭到泄露侵害权益。法务部表示，针对犯罪事实，恐加爱有检调，照个案来判定。如果前面这个有违反个资去收集到相关的资讯，来做后续的这个传播讯息等等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个告发案件的话，我们会收集相关资料，然后提报给地检署，交回来指挥侦办。罢免不得宣传这个部分呢，那一个再来一个删除，会聊啊呢？应该是说这个简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各自的一个第一阶段的取得判断，它到底哪一个阶段是违法才对啊？不是说你发送简讯就是违法，不是说你去寄送都是违法。之前同款引起民众高度讨论的开案件，13万的网友伫公共政策网络参加平台提议，希望虐待囡仔相当应判死刑。法务部第一时间表示无要采纳，即马部长郑明谦也态度好亲像放软，表示会加强对囡仔保护。如果说有内统甚至虐杀，都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这是要零容忍。那这部分是否法律要再做更周延的一个保护？我们现在在研议中。这么多的民意在支撑着他理都不理啊，因为他眼睛只有上面赖清德，迟迟不敢表态。立法院针对刑法286条，就3届立法院我们3度的修法。那这周司法法制委员会已经排定了公听会，我们愿意跟各界再对话。那连拢表态支持刑责加严，针对虐待囡仔初步期徒刑是不是免加刑？法务部表示已经提出修正草案，伫咧行政院进行审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昨下晡5点外，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是有一个查甫人，讲伊去互一个外国人乌白蒙卡称性骚扰，当场报警察要来处理。不过，这个嫌犯煞伫咧警方到场进前，就赶紧离开现场。该骚扰行为已对其造成不适，报人于同日晚间提出性骚扰申诉，警方依规定受理，并联系店家协助调阅监视器影像，目前已锁定特定行为人。这受害者讲，伊伫咧店家头前，竟然是去互一个外国人甲伊乌白蒙卡称。受害者当场出声甲阻挡，而且要求对方得留伫咧现场，等警方来处理。不过，这嫌犯是随骑脚踏车做伊走。警方表示，已经受理这件性骚扰的申诉，嘛透过监视影像锁定嫌犯，会通知伊到案来说明。我来看到桃园检方是查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涉嫌甲真侪未成年的囡仔骗讲有看过因的性影像，那想要抬掉，就爱摕愈侪性影像互伊，至少有26个人受害。今仔日检方是正式来起诉这个查甫人，求刑22档。查获强害翕性影像，定伫桃园地检署指挥中立分局、桃园分局、刑警大队侦办姓李被告违反时效性不协调的案件，伊涉嫌利用诈术来诱使未成年制作性影像，甚至互人看。19遭到起诉，具体求刑22年。被告以协助移除性影像为由，诈骗被害人拍摄并提供性影像。被害人人数众多，检察官具体求刑有期徒刑22年。
针对这件恐吓翕性影像，被告姓李查某人讲看过被害人性影像，利用因烦恼找无人帮助的心态，恐吓被害人爱删除、防挂流的性影像，需要搁翕性影像，予伊比对移除，清查出至少26位被害人相片影像有2000多张。被诱骗的状况之下，他被拍摄了影像，而这些影像当他在网络上面传的时候，他会被有心人士重复的再利用。那以及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影像当中会附上一些相关的这些被害者的一些资讯。电视协会表示，每一张影像拢是受害者真实互伤害事实，那会当尽可能的较近受害者的状态，都会当提供资源，互因帮助。也讲到，这摆是以团队信问的方式，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也透过科技方式进行有效性影像专卖比对移除，降低伤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劳动部正逼出有公务人员像互主管霸凌、行地路的案件引起关注。虽然部分会是已经提出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修正草案，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也是无够通保障公务人员，呼吁爱互公务人员来适用这案法。在去年的案子职场霸凌致死，我们才开始来改职场霸凌这块，那是要各种治安问题都严重到害死人，我们才一块一块的来补。那今天是不是要有就是热伤害，或者是高处坠落，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治安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把就是这些东西来纳入，把公务员纳入这些保障。由基层的公务人员组成的民间团队，今仔日是组织伫咧立法院头前来抗议，认为部分会公务人员保障法修法的版本，干那要求机关自律。因为劳动部要针对霸凌修正治安法，嘛是无保障到公务人员，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列入公务人员。我们希望在保障采购权。有毒品集团伫咧台中太平一笪铁厝工厂伫咧制造毒品K他命，警方是发起行动，佮出动装甲车弄入去工厂内底，掠到2个嫌犯，佮有查扣到140公克的K他命佮大量的原料。目前这2个嫌犯是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起诉。这架轮式装甲车载着维安特勤队员来过这座铁皮工厂了后，随即将铁门冲破。铁门被破坏了后，警方马上冲入去工厂，发现藏伫内底的2个犯钳。工厂内底全部拢是制毒的器具，警方嘛找到制毒的鼻子顶上管的证物，以及大批塑胶桶底的制毒原料。嫌犯佫将外观标示做清洁剂，或者是花草营养剂，就是要被相片查起。刑事局中大中心去年10月才就证知，这个制毒集团以台中太平技术工厂的铁皮厝作为制毒场所。该贩毒集团利用竹林间的铁皮工厂为制毒场所。白天大门紧闭，入夜后时有人员进出，且进出车辆多悬挂伪造车牌。警方表示，现场查到140克凯他命的成品，另外嘛查到20公升装的制毒原料多达50多桶，研判已经有部分的成品流出去。而其中被抓到的干性强犯有制毒前科，也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前案在嘉义也遭查获制毒凯他命工厂，所以被判刑确定5年之后未到案执行，所以这次又另外再涉嫌本案。由于凯他命属于3级毒品，警方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2人被警方声押核准了后，而且起诉，赶紧嘛当力扩大追查毒品的流向。公视新闻台中报道。台中的逢甲商圈昨暗有一台汽车伫咧过路线弄到一个13岁骑脚踏车的学生囡仔。现场的民众是赶紧协助这受困伫车卡的学生囡仔送病院，加载无生命的危险。警方表示，双方拢无接手，不过这学生囡仔若像有弄红灯，而且脚踏车伫咧过路线，应该爱用牵的，用骑的是已经违规。双方的事故责任也搁爱厘清。白色的轿车准备要倒弯，伫个路口等过路人过斑马线，速落来要起步的时，向一台 U-Bike 对斑马线遐骑来，2台车弄做伙，13岁姓肖的学生人挂车拢缀伫个车底。民众看到状况，赶紧来扛车，甲伤者拖出来。事发迄当阵是伫个5月18暗时8点左右，地点就伫个台中市西屯区河南路到福盛路口。附近的人讲，这车真多，也是有无停量的汽车驾驶。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车子不太会让啊。不太会让，这个地方就对。对。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轿车的驾驶无受伤，细小的学生是倒脚受伤，送中港长青病院治疗。初步判断，细小的学生骑脚踏车哪像是冲红灯，而且伫咧斑马线顶头应该爱落车用牵的。先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通过后，再起步向前行驶时，与对向直行过路口的脚踏车发生碰撞肇事，双方驾驶经酒测均无饮酒之情事，详细事故原因将交交警察大队分析研判。不过，交通团体认为细小的学生骑脚踏车是有照规定往正边咧骑，要那路口因为无脚踏车的车道，所以受汽车的压迫，唔才会骑去哩斑马线，道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像荷兰，除了行人穿越道以外，旁边还会有一条红色的自行车穿越道线，所以行人、自行车都可以顺利的穿越，不会有这种互相去卡。像这一次，他自行车骑到一半进到行穿线的范围这种事情。交通团体以荷兰做例，路口的脚踏车道，搁有铺无同款的材质，互民众会当看。建议交通主管机关会当搁来改进。第六分局是表示讲，双方肇事关应该比例也搁需要判断。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因为不办交通部修法提悬无让过路人伫当伤死亡的罚金，今仔日有真侪职业驾驶去到交通部来抗议。另外一方面，行政团体是认为交通部直直咧修法，也是暂时的大执法作为，根本就无法度来改善交通安全。因为交通部是回应讲，因会继续来修法保障过路人，嘛会针对道路的环境，也有教育等等来改善安全。车身大路，计程车一台刷一台，说交通部不办交通部修法，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除了起罚金额3万6，而且吊销驾照4到5年免考照，上紧6月开始。职业驾驶认为，多方面约束驾驶无合理，应该也要交部重罚无遵守规定的过路人。相对的，你要吓阻这个驾驶人，你对于行人也要有相对条件的提升，而不是说今天行人罚个500块不痛不痒，根本对行人来讲根本不会影响。行政团体是指出，交通部这几年政策是一直变化，亲像原本计划加严处罚，后来又开放未罪无检举，6月开始又加重无让过路人罚款，政策摇摆会加重人车对立，对交通安全的改善无帮助。主管机关应该负起责任来，而不是让社会上的各个用路人去互相对立、互相对抗，而是交通部把道路工程建设好。车辆跟行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存在，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事故的话，当然受伤最终往往是行人，所以我们是政策上都是强化弱势用路人的保护。交通部回应修法是为保障相对弱势的过路人，不过也无安尼降低处理量能。今年到即马，警政单位统计无让过路人甲过路人处理件数，拢比去年较悬。交通部也积极推行包含斑马线退缩、小行人专用事项、改善路型等等，继续优化交通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罗俄战争。顶礼拜5才谈判结束，昨罗西亚是搁再派出273架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是罗俄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互无人机攻击了后，建筑物都火烧起来，清除归光。消防员继续转水拍火。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18透早出动273架伊朗制的无人机发动攻击，创下双方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纪录。几乎有名的处分结着，造成1位妇女不幸死亡，也有3个人受伤送医。Там всі прижалися і все, пролунав вибух. Подивилися, що будинку немає, і вирішили піти в укриття. 罗俄顶礼拜5才拄啊举行会谈，同意方案签名政府搁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也毋过双方犹原继续以无人机发动攻击。罗西亚国防部也表示，防空部对28番点到透早期间，伫2个边境州顶面拍落25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代理州长也搁指出，有1位妇女死伫无人机攻击。罗西亚总统普廷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除了呼吁长期搁继续的和平，同时也对西方国家发出警告。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 средств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вести
начатое в 2022 году до логическ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с нужным для Росси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18日警告，罗西亚拍算发射洲际弹道飞弹，以恐吓乌克兰甲西方国家。也毋过，俄国无对此发表评论，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有计19会甲普廷通话，参详俄乌停火协议。川普也表示，通话了后会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甲北约盟国领袖通话。也毋过，德国总理梅尔兹希望伫川普谈话之前，协同英国、法国、波兰领袖先甲川普对谈。 Und mein fester Eindruck ist, dass sowohl die Europäer als auch die Amerikaner fest entschlossen sind, zusammen, aber auch jetzt zielorientiert dafür zu sorgen, dass dieser schreckliche Krieg bald aufhört. Et donc je vous le dis, face au cynisme du président Poutine, je crois que, je suis sûr même, que le président Trump, soucieux de la crédibilité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va réagir. 泽伦斯基18日伫反对讲参加教宗良14世就职典礼期间，会见美国副总统范斯甲国务卿卢比欧，这是两个人今年2月伫北京因为俄乌冲突完结了后头一摆会面。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镜头转来看咱国内，台东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要伫咧7月初5到8月21这个时阵来举办。 官府宣布5月20甲27这2天会分做2阶段来卖票。不过，这阵啊，伫咧网络就随传出，那像有诈骗集团假造会当替人买票，要拐人个资的情形。官府是赶紧来呼吁民众唔通互骗去。 2025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台东县府的宣传活动先用无人机公调秀，不过今年会有哆啦 A 梦的造型球假日。官方网站也宣传7月初5到8月21，伫罗亚高台会有下流座升空体验。5月20到27分2阶段卖票。也毋过，即马传出这种非官方的假卖票网络信息，甚至要求老民众网络考注。也毋过，甲官方有拿小哆啦 A 梦多样的卖票平台无共，官府呼吁民众唔通哄骗。有许多民众的反映，在网络上有人 透过了网络，希望能够索取 ID， 他们要优先能够发送细流票的资格。我们目前确定，这不是台东官网，也不是我们委托的厂商他们所设计的官网。官府表示，可能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一波热气球活动，处理民众购资来的诈骗，已经向警方备案进行调查。请警大队向脸书平台检举上述假冒网页，要求下架，并主动追查假账号之案件讯息来源。官府强调，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坐热气球的卖票方式，只有一间得标承包的旅游业者伫官网卖票，也是到现场买票2种方式，无过委托其他业者卖票，请民众爱多加细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有中国的网红拍影片，讲伊15成功对福建驶树泥船来到咱台湾桃园大区园来登陆，插中国的五星旗了后，佮倒转去。因为这个地点伫5月16日，一对中国的爸仔囝上花的所在是无改远，影片嘛看起来无造假，敢是真正弄到咱的空芳？海巡是搁咧调查当中，伊嘛强调这内容是有真侪疑点需要厘清。 第段日头驶动力七流船，中国网红山东开估，讲15早2船复工为福建的海埔出发，用9点外钟，伫当日下晡2点外，家己一个人渡海到台湾。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海巡署证实，插旗地点甲桃园大园区的海埔符合，经过科技鉴定，影片无假造。 不过，福建登陆到桃园的直线距离差不多95海里。海巡署评估，这人驶树林船环渡台湾海峡的可能性不是无，不过真勉强。另外，用海巡经验来看，伫无遮的海上拍9点外钟，大部分的拍伤或者是脱水严重，这个疑点要个调查清楚。又或者是在台湾就近，或是由在地协力人员 摆拍摄这部分，海巡署正调阅路口监视器，协调移民署，还有国防部各种情监侦手段，我们正深入
追查中。中国线上的边仔5月10日电话地点，甲山东海高港的电话所在，离只有10.9公里。海巡署表示，抽领船面积伤过细，电子波反射信号正弱。线上的边仔电话时段，按巡警员伫其他所在的巡逻、手防哨、甲现场，离超出应辨识的范围，真需要科技辅助，各大力执法。最多是8个月有期徒刑，有的甚至更短，有的甚至是只有1颗罚金为主。那发挥的效果有限我们希望能够从重处罚。网红电话真假也无查出来，海巡署无排除伫总统大清的5日控就职周年，中共会阁利用同款的手法甲影片进行政治作战。公视新闻台北报道。今年3月中的低温，去影响到云林的奶子条果，预估这产量是敢若剩3-4成。云林县府农业处是拍拼咧争取天然灾害救助，即马农业部公告，伫咧云林的奶子1公顷上济会当补助10万块，农民会当伫咧6月初2进前，甲在地公所来提出申请。讲春季毋该一拍剩1粒2粒，你看。奶子果农将打起的地效慢落来，受到今年3月中旬低温的影响，导致原本已经开花奶子结果都无好。第高溪种植3分地奶子林线农民就讲，伊投入几廿万成本种植，但现在可能连成本拢收袂倒来。顶年是完全拢无开花，今年是有开花，但是伊算打开花遐有无？拄着伤寒，伊算开花袂掉。阮有只过咧看，今年就是量减，就是减足侪啦。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县内奶子种植面积77公顷。但为顶个月底陆续接到农民和公所的反映表示，奶子的结果如无好，落够严重。经会同农试所改良场等单位进行会勘，发现包括倒了高坑、过了围沿来生园，都有安尼状况。我们也发现，我们这次结果率不到50%，所以我们就发动了天然灾害的救助。那我们受理期是5月17号到6月2号。我们的黑糯米的荔枝的部分，黑叶荔枝的部分是每公顷62000元，1荷包糯米荔枝。每根红荔枝的部分每公顷有10万元。有农民就讲，原本预期今年的奶子开花状况好，但无想到结果如遐尼歹。近期阁碰上高温的天气，落够严重，预估产量敢剩3-4成。农业处就呼吁符合资格的奶子农民，今日开始到6月2号进前，赶紧向在地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以弥补损失。公视新闻王宇雄为你报道。高雄茂林的情人国温泉园区是开卖1亿4千万来打造，伫咧2022年底开始试营运，不过过当年6月就因为欠水，规个放咧远。虽然今年这园区是搁再来开放，不过干那部分设施会当使用，互民代批评是咧浪费钱。因那关民会是回应讲，会搁甲区公所来研究要安怎管理，做回来拼员工。民众伫温泉池浸卡看起来真欢喜。高雄茂林真人国温泉园区开大约1.4亿经费，2022年10月试营运，但过年6月营运商退出，园区就空落来。虽然今年过年期间重新开放，但当有户外清水池甲浸卡池会使用，引来民代骂声。不是有的钱得当好另安的欧北部吼，嘛是希望讲你们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地方看要怎么样做一个更完善的计划，去把它补平前面所不足的地方吼。民代指浪费公家的钱，因为园区开幕了，就陆续发现温泉管线修缮比业界标准低，供水不足甲水质落顶问题。上重要的温泉水源，水井离活动长站大约85公尺，后续阁因为抽袂到水，造成爱甲部落民生用水抢水。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刚好是断层，那断层呢，那你又设在那个地方又抽不到水，那现在是抽不到水之后呢，是用了一些当地的民生用水。出水量每个小时是29.268公吨哦，所以事实上是有挖到全员。因为那个水温稍微偏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格外的用加热的方式来让这个温泉可以达到39到42度。原民会澄清有污着温泉，但就惊园区变做蠓仔馆，民代要求市府找第三方专业单位评估。对此，原民会回应，会甲区公所讨论安怎在地管理，希望结合当地万山、多纳、甲附近的6股新开等区域共同发展，增加观光的竞争力。公视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来看，今年有养殖业者下档本设置室内循环水系统，用水量干那需要1/10。其实一般的养殖业者用水量拢真大，所以即马渔业署嘛有推出补助，来推广建设循环水的系统，会当顾环保、个省水。分解完之后再回去鱼池。这颗饲正水路鱼的水，经过循环系统过滤了后，水搁流倒转来养殖池内底。宜兰东山乡柯安拿正水鱼仔养殖业者柯地月利用这个系统饲正水路鱼、甲深量鱼等等的鱼仔，还可会当随时监控水质甲水温。是大概只有10%，1/10或者是1%。因为正水的养殖业用水量真大，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亲像东山乡有饲鲫鱼，鲫鱼对水质的要求真悬。所以业者都爱大量抽水甲排水，导航怀疑讲这可能是地势北部甲圆山等等的所在本泉水减少的原因。画面内底本泉水看得真浅，嘛显示养殖业者都爱准则用水的重要性。柯地外除了饲深量鱼、甲正水路鱼，嘛有饲鲫鱼。伊讲鲫鱼对水质的要求虽然真悬，要用循环水来饲真好，不过伊嘛咧思考建立系统。甲饲鲫鱼排放的废水再利用，会当摕来引产或者是饲其他的鱼仔。那当然是针对一些抽水机一些设施来予以补助。那可能假如民众有需求，其实114年现在都还有可以到年底都还可以再继续申请。养殖业者利用循环水，渔业署嘛有提供业者补助，小外渔稳补助100万，小大补助200万。政府讲，宜兰目前已经有7间业者来申请。今年年底进前，若有需求的业者，嘛会当继续申请。公司新闻宜兰报道。最近直直爆出囡仔受到苦毒的案件，这嘛引起各界的关注托育的安全。早起就民团召开记者会，呼吁大家赶紧来制定儿童托育服务法，佮提出民间的立法版本，包括大家建立年母的违规记点，也佮有淘汰机制等等。因为卫福部是回应讲，行政院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是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各界意见嘛拢会列入去做参考。托育要安心，儿童要安全。儿童法升级。几啊位民间团体代表甲立法委员19早起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量早制定儿童托育服务法专法，以弥补托育服务保障不足的问题，佮提出民间立法版本。像即马居家托育费由地方政府审计，造成年月收入低，对袂到物价已经出现欠电力。我们希望的其实也不多，就是至少跟最低薪资要一致，不要让劣币驱逐良币。编团提出的儿托法版本有6大诉求，包括希望考虑法案价值目标。新增居家托育人员禁止事项，违规记点，佮建立退场机制，加强托育人员劳动权益保障，避免工作超时。应该普及平缓甲原住民的公托服务，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全面立法，佮保障居家托育人员收入由中央评定托育费用。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保姆有不适当的行为，你会担心说你直接跟他说，那他会情绪上会不会发泄在你的孩子身上？由中心去扮演起那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守护。对于一些要退场的条件或者退场的菜样，可能民团想的跟目前行政院的版本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对此，卫福部社家署回应强调，各界意见拢会纳入参考。行政院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等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进行审议修法，期待台湾托育环境会当更加完善，让更加侪家庭甲儿童受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一本台语的小说，叫做《开花结子》，正式出版。这是以台湾大家族家人眼家落去创作的，呈现伫咧无共政权之下人民的心声。每人消贪厌食红，骂着胆家好野人。
作者拿春水亲身念作品内底七字仔，替大苹果梳起头。过去拿春水作品的特色就是会使用七字仔，即个这本开花结籽台语长篇小说也保留一款台湾文学特色。作者拿春水表示，这本长篇小说大约30万字，用2-3天左右的时间完成。故事是以过去台湾5大家族的其中之一。8年前因为恶控好野的家人严家3代为核心，来描写台湾社会8年来的变迁，和基层人民面对无共政权的心声。因的思想哦，讲出来，互大家知影讲，好英国是什么款的生活，会当反映出较早的人安怎过日啊，伊的艰苦实在。开花结籽台语长篇小说礼拜举办新册发表会，目前实体册已经正式出版，未来也有电子册版本。第四代台文系教授也表示，伫国外上在看到长篇小说是以家族史做题材来发挥，也通因为安尼看到一般教科册看袂到的历史眼光。毋是咧看政权的替换，吼，毋是咧看哦，即个有权利的人安怎互相伫遐抢一寡资源。伊看到的是一般百姓人，吼，都准是一个大家族好啊。伊嘛是伫咧规个大政治的背景内底，伊免啊求生存，免法因为家己的决定付出代价。作者也分享，小说名开花结籽是依照台语俗谚，迄落花生，迄落籽，迄落树结，迄落米，为灵感来呈现家族命运的因果。册内收录侪台语俗谚，作者也表示讲，希望透过台语书写，让台湾人了解伫无共年代、共家族命运真实的人生。记者中央记者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今年头一届由官方来主办活动，除了有放送白色恐怖相关的影片，嘛有真侪家属来默哀追思受难者。针对着顶日立法院修正纪念日甲祭日实施条例，无甲这白色恐怖记忆日放入去，政府表示讲，因有缘会真重视这个日子，珍惜台湾的民主甲人权。我们今天能自由穿梭在这些空间，是因为他们曾被困在这里。成为戒严时的受难者。影片内底向一个政治受难者前辈致意，摆映是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典礼，现场默哀悼念受难者。有受难者家属表示，当初摕到老爸写予伊的遗书，这是伊头摆也是最后一摆和爸爸的旧日接话，也分享做一个受难者家属一世人搁惊吓搁悲伤的心情。妈妈就一直在这样惊恐之中。晚年失智，恐惧成为他仅剩的记忆。请帮我告诉他，我就没办法轻易的下笔，因为这里任何东西都会偷听。批信遗书是迄阵充满压迫的年代，想要寄托情感和表达自由的愿望，不过又搁惊互人知影的矛盾心情。活动以舞台剧的方式来呈现受人压迫的政治氛围。白色恐怖记忆日发起人王美秀和文化部长李婉也表达这个记忆日对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所以历史记忆的传承如果没有做好，我们的转型正义就会非常困难推动，因为我们的国人跟我们的年轻世代对过往的历史不了解。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了解。所以我想我们会作为文化部长，我会很积极的推动转型正义。啊，作为一个受难者家属，我想我也会去了解我们家曾经受难的人真正的痛苦。文化部长表示，对全部台湾人来讲，这是袂当放袂记一个日子，也强调历史记忆、转型正义和稳固民主是互相牵连的。行政院政务委员也伫现场表示，虽然519白色恐怖记忆日无互人放入今日啊公布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内面，但政府有愿的重视这天，同齐守护珍惜台湾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记者刘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气候暖化影响到全球的环境，就连伫咧阿根廷的冰河嘛扬起变甲愈来愈严重，还佫有20层楼悬的这冰条是直接放落来，这也代表这气候暖化是愈来愈严重。原本整做一片的冰河，向分裂出一个条仔形的冰甲，70公尺悬，等于20层楼悬的冰条啊，直接倒落来。这是阿根廷的莫雷诺冰河，伫冰河的冰架头前发生入冰的时阵，真罕咧看到景色，是真侪游客真爱看的。不过最近5冬冰山崩解的状况是愈来愈侪，和当地冰河导游是愈来愈烦恼。No eran tan frecuentes en el glaciar Perito Moreno en los últimos 20 años.
los últimos quizá 4 o 6 años sí se han empezado a ver este tipo de iceberg mucho más grande, o témpanos, perdón. 冰河国家的公园导游昆特洛斯解说，过去几十冬因为气候暖化的影响，和全球各地冰河扬起速度变较真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最近3冬损失的冰河规模是历史新高。虽然莫罗内冰河仍还能保持固定的体积，有时阵增加1点仔，有时阵减少1点仔，也毋过为2020年开始，冰河的体积有明显减少的状况。每一冬损失的水量差不多是1公尺到2公尺。若是无改善，冰河的体积有可能会加速减少。 El cambio climático está presente no solo en el derretimiento o en el retroceso de los glaciares, sino también lo vemos en el instrumental que tenemos instalado en la región. Sabemos que la temperatura media del aire en esa región ha aumentado alrededor de 0,6 décimas de grado por década. 根据阿根廷政府2004年捌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莫雷诺冰河为2015年开始损失的速度是过去47冬来上紧，嘛维持上久的，平均每一冬会损失85公分悬的水量。未来有可能会看到更较侪冰山为冰河裂变出来。公司新闻台是唐碧玉。天气报理在，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气象。 北部地区28度至33度，中部地区29度至34度，南部地区30度至35度，东部地区28度至32度。 一个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